大家好，歡迎嚟到 GK 動漫。今日要講嘅話題係汽水，尤其係可樂。自汽水發明以嚟，一直都是世界上甚受歡迎嘅飲料，好多人都無法抗拒其清爽涼快嘅口感。但近年來，健康意識抬頭，對熱量控管越嚟越敏感，為此不少廠商推出無糖、零卡嘅汽水去吸引注重健康嘅人士。今日就要去多面睇汽水是否健康，同埋有什麼用途。長期或過量飲用汽水會令身體發胖，增加糖尿病風險以及牙齒受損。汽水含有大量嘅糖分與酸性物質，對身體各個器官系統都有不良嘅影響。碳酸氣體會在胃部聚集，容易引起胃氣脹或胃部食道逆流嘅症狀。不過都唔需要太憂心，只要不是經常飲用，應該問題就不大，要視乎自己嘅身體狀況。至於無糖汽水是否健康，市面上嘅無糖汽水大部分嘅成分都係差唔多，基本上就係碳酸水、焦糖色素、磷酸、香料。最大嘅差別就係糖嘅選用，經常係會用第一種阿斯巴甜，第二種係醋黃內酯鉀，第三種係蔗糖素。以上三種都係屬於人工甜味劑，也俗稱為代糖。它們都是非營養性嘅甜味劑，因為人體無法吸收此種人工甜味劑，所以就唔會有熱量嘅產生。胰島素係由胰臟分泌，與人體如何儲存糖分有關。當人體感覺到甜味嘅時，就會期待有相應嘅卡路里吸收，但無糖汽水嘅人工甜味不含卡路里，或會改變甜味感受器，擾亂大腦嘅信號，造成脂肪囤積，暴飲暴食。一項為期8年嘅研究發現，每周飲用人工甜味飲料嘅人，超重和肥胖嘅風險幾乎係增加1倍。另外一項研究顯示，每周飲用超過7杯有糖或無糖嘅汽水嘅人士，患腎病嘅風險會增加1倍。人工甜味劑嘅飲料係唔會降低患糖尿病嘅風險，因為人工甜味劑或會改變腸道嘅細菌嘅組成，引起葡萄糖耐受不良。長期飲用更會導致代謝綜合症。然而，可樂是否一無是處？用作醫療與生理嘅特殊好處，在發生低血糖、頭暈乏力嘅時，能被腸道快速吸收以作急救。醫生有時會利用可樂嘅高碳酸與磷酸嘅特性嚟幫助溶解植物纖維在胃中形成嘅糞石，另外會促進腸道嘅蠕動，對部分排便不順嘅狀況有短暫嘅幫助。在生活上，可樂也可以幫助清洗好多東西，所以汽水不一定全無好處，只有壞處。只要自己控制飲用嘅分量，應該就冇問題。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喜歡呢條片就請畀個 like 同埋訂閱，多謝大家。